Coco Spread Health， 好耐冇見啦，大家有冇掛住我呢？ Coco 消失咗一排，究竟去咗邊度？我2年前自己一個人由香港飛去英國讀物理治療碩士學位，好開心今日同大家宣布我以 distinction 卓越嘅成績畢業，平均分80%，當中仲有2科攞得滿分100分嘅成績啊！所以而家 Coco 唔單止係運動治療師，仲係物理治療師，係雙料治療師，耶！雙料治療師。好，講翻正經嘢先。我喺讀碩士期間咧，喺英國其中一間最大型嘅脊椎側彎治療中心度工作，因此對脊椎側彎嘅治療有咗深入嘅了解。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套你可以喺屋企做嘅簡單脊椎運動。如果你本身冇特別嚴重嘅脊椎病變，大家可以放心做，唔使驚會做錯。就算做錯咗，都唔會有太大嘅壞影響。當然，如果做嘅過程有唔尋常嘅痛，就要停止啦。如果你冇脊椎側彎，但係覺得脊椎好繃緊，或者你成日坐或者有腰背緊嘅問題，呢一套運動都會啱你做啊。Coco而家咧會努力經營翻 YouTube 嘅頻道，除咗會繼續分享痛症、姿勢矯正、運動等等嘅影片之外，仲會分享一啲英國讀碩士嘅資訊，即係如果大家係有興趣睇嘅話。而家目標咧係8月左右會翻香港，治療嘅服務咧目前係開放預約㗎，歡迎用 WhatsApp 去查詢，同埋可以填表去預約啊。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我嘅影片，同埋記得要訂閱我嘅頻道啊。以下嘅影片咧，首先我會簡單講解一下脊椎側彎嘅成因、症狀同埋惡性循環。其次會介紹5種脊椎側彎嘅類型，大家可以睇下自己係邊一種。第3會同大家探討一下，究竟除咗做手術同埋戴支架之外，係咪仲有其他方法可以改善脊椎側彎嘅弧度呢？最後會送一套脊椎運動俾大家，大家可以喺瞓覺前後喺床上面做都可以㗎。不過講真嗰句，脊椎側彎呢個情況實際上係比大家想象中複雜得多。每個人側彎嘅情況都有出入，所以治療嘅運動同埋方法都會唔一樣。如果你覺得喺網上可以揾到一啲針對性矯正你弧度嘅方法呢，係冇可能㗎。想改善弧度同埋痛症，一定要揾識得處理脊椎側彎嘅專業人士。而今日教你嘅運動呢，亦都係我初期會教所有脊椎側彎患者嘅脊椎運動嚟嘅。今日嘅運動可以增加脊椎嘅活動空間，減少由脊椎側彎帶嚟嘅繃緊同埋壓力。影片嘅最後咧，會有一個好大嘅 tips 俾大家，適合任何有脊椎側彎或者係駝背嘅人士。記得要睇到最後，抹低碌先啦！脊椎側彎有80% 都係青少年突發性脊椎側彎，都係突然間發生，冇任何先兆。研究上暫時都未揾到原因，多數係發生喺青少年發育緊嘅時期。另外，脊椎側彎都可以係先天性嘅，亦都可以係因為神經肌肉嘅變化而導致。另外，脊椎退化嘅問題都可以顯化成脊椎側彎。而女性受影響嘅可能性係男性嘅7倍啊！咁脊椎側彎最常見、最明顯，你會見到嘅就係佢哋姿勢唔對稱啦，會見到左右係唔平衡㗎啦。患者同時可能咧會伴隨住有痛症啦、腰痛啦、背脊痛啦、膊頭痛啦。嚴重嘅話咧，甚至係會影響行動能力同埋活動功能㗎。而脊椎側彎咧，其實係會影響到我哋嘅呼吸系統啦、消化系統啦，同埋心血管系統㗎。因為大家可以想象下，我哋個肺咧就係我哋胸腔呢個部分啦，而橫膈膜就係喺我哋肺部嘅下邊。如果我哋脊椎側彎嘅位置係會影響到我哋橫膈膜嘅活動幅度，或者係影響到我哋嘅肺部去擴張嘅話，其實從而就會影響到我哋嘅呼吸。咁所以咧，其實喺脊椎側彎嘅矯正運動當中咧，呼吸訓練都係當中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環節。除咗對我哋身體上有影響咧，脊椎側彎其實對我哋患者嘅心理層面都會有好大嘅影響㗎。尤其是對青少年，大家想象下，青少年一定係好貪靚，好在乎自己外觀嘅形象。但因為脊椎側彎嚴重嘅話咧，係會影響到我哋嘅外觀啦，對我哋嘅心理層面都會有一啲壞嘅影響嘅。咁大家可以諗下啦，喺脊椎側彎呢一個姿勢入邊，脊椎會承受住唔對稱嘅壓力，然後唔對稱嘅壓力咧，又會導致到我哋脊椎有唔對稱嘅發展喎。咁唔對稱嘅發展當然就會衍生到我哋脊椎側彎呢個姿勢啦。我見呢一個係惡性循環嚟嘅，所以咧做治療咧就係要打破呢一個循環。喺介紹呢5種脊椎側彎嘅類型之前咧，我哋要認識一下自己嘅脊椎先。最上邊我哋有頸椎開始，然之後胸椎，跟住係腰椎，最後係底椎。我哋胸椎係最長嘅，有12節。
第一種脊椎側彎嘅類型呢，就係叫做 3C， 只有一個側彎嘅弧度啦，而側彎嘅弧度係發生喺我哋胸椎入邊嘅，而你都會見到患者嘅 rib cage， 即係我哋個肋骨會移咗去另一邊，同我哋嘅盤骨係相反方向嘅。第二種係 3C with lumbar spine， 即係同第一種一樣啦，都係有一個側彎嘅弧度喺我哋嘅胸椎位置，但我哋腰椎同時間都有一個弧度，所以第二種呢係有兩個弧度嘅。第三種叫做 4C， 患者多數都係要有兩個弧度啦，一個弧度喺我哋嘅胸椎，一個弧度喺我哋嘅腰椎。而同第二種嘅分別呢，就係第三種嘅患者呢，佢嘅 rib cage 個肋骨同佢個盤骨係指向同一個方向嘅，多數呢某一邊嗰條腰呢，你會見到有條痕。有條痕喺度嘅。第四種叫做 thoracolumbar spine， 主要係有一個弧度嘅啫，而嗰個弧度咧係會貫穿咗我哋嘅胸椎同埋我哋嘅腰椎嘅。第五種係 hyperkyphosis 啊，即係駝背啊，有冇諗過駝背其實都係脊椎側彎嘅其中一種類型咧？只不過呢個駝背咧係主要發生喺我哋成個脊椎向前彎呢一個弧度啦，而唔係我哋平時所講成日話人哋駝背嗰種，淨係會寒背啊同埋圓肩啊，係唔同嘅。呢一種咧係主要發生喺我哋嘅脊椎入邊，佢哋係唔可以平躺咁樣瞓喺張床度嘅。平躺瞓喺張床度咧，佢哋個頭咧有機會係會吊起咗，一定要有枕頭晾住先得嘅。大家都有聽過做手術同埋戴支架呢兩個方案啦。如果你已經過咗青春期多過2年，哎呀，戴支架對你嚟講係冇用㗎。如果你未發育完成，仲喺青春期嘅話，支架係有助防止惡化㗎，但係佢係冇幫助去改善個弧度㗎。喺英格蘭嘅國民醫療服務體系建議咧，脊椎側彎40度以上咧就要做手術啦。不過大家知道啦，手術始終係有風險，仲要留一條好長嘅疤痕喺呢個背脊度。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啲手術嘅片咧？我就有睇過啦，難度係極高，所以咧會驚會卻步咧係好正常噶。不幸中嘅大幸咧就係研究證實矯正運動係有助改善弧度噶，亦都會改善痛症。除咗改善側彎嘅弧度咧，仲可以改善埋旋轉嘅弧度。which 手術係改善唔到旋轉嘅弧度噶。做物理治療同埋運動矯正對任何年齡人士都有幫助。我喺英國見證住70歲婆婆上咗3個月堂，每星期3個鐘，足足高咗3 cm， 因為佢嘅脊椎變得更加直。今日呢條片咧就唔花太多時間去比較做手術、戴支架同埋做運動治療嘅方案嘅分別啦。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知道更多咧，就留言話我知，咁我可能會另外去再拍多條片去解釋多啲唔同方案有啲咩分別啦，比較下佢哋嘅好壞啦。不過提大家，針對脊椎側彎嘅矯正運動咧，唔係任何運動治療師或者係物理治療師都識做㗎，係要有額外嘅專科經驗先會識做嘅。能夠改善功能性嘅脊椎側彎嘅治療師咧，亦都唔代表佢識得點樣去改善結構性嘅脊椎側彎嘅。所以大家喺選擇治療師嘅時候就要睇清楚啦。另外都重申一次啦，啱啱大家都見到脊椎側彎嘅類型係有好多種，所以咧如果你想喺網上揾到一啲可以針對性改善你個弧度嘅運動咧，係冇可能㗎。每個人嘅側彎嘅弧度都係唔一樣，想針對性咁樣令你嘅弧度變翻直咧，或者係改善痛症咧，一定要揾專業人士去幫手。不過今日教大家嘅運動咧，就係最初期會教所有患者嘅運動嚟嘅，主要係增加脊椎活動嘅空間啦，減少脊椎嘅繃緊同埋壓力嘅。呢套運動總共包含5個動作，今次會同大家一齊做，成套動作大概15分鐘左右，喺床上邊或者地下上面做都可以噶。第一個動作，我哋打側身右邊瞓，曲起髖關節同埋膝頭哥去90度，膝頭哥應該喺髖關節前邊，唔應該係太後噶。注意兩個膝頭哥係平排嘅，髖關節唔會向後邊扭咗，記得膝頭哥要對齊啊。頭部有需要嘅話，可以用個 cushion 或者係枕頭墊住，我就冇乜所謂啊，所以將個頭垂低就可以啦。雙手伸直指向前邊，吸氣打開左手，盡量將左手手背掂落對面嘅地下。呼氣，左手翻返嚟，雙手合實，咁樣為之1下。我哋總共做10下。做嘅過程留意兩邊膝頭哥要夾實，唔好俾左腳嘅膝頭哥褪咗去後邊啊。頭部可以全程望住左手手掌，打開嘅時候頭部都會擰去左邊。做嘅時候左邊個胸甚至條腰都會有拉扯嘅感覺嘅。如果你隻手冇我打開得咁多，唔使擔心，盡力做啦。
好叻喎！我哋而家轉另一邊，左邊瞓落地下。今次係吸氣打開右手，呼氣右手翻返嚟。記得兩邊膝頭哥要對齊啊！有冇覺得邊一邊好似比較困難呢？留言話俾我知啊！有可能係因為你有脊椎側彎嘅原因啊！Well done！ 第二個動作，我哋先做個4點式，雙手手腕喺膊頭嘅正下方，雙腳膝頭哥喺髖關節嘅正下方，留意膝頭哥唔好行太後，雙手都唔好行太前啦。5隻手指要打開晒，用力抓落地下。吸氣，慢慢將尾龍骨指上天，胸部向下沉，然之後頭部向上望，做成一個 U 型。呼氣，頭部慢慢向下望，背脊拱起向天空頂，然之後尾龍骨向地下指。吸氣，尾龍骨指上天，胸部向下沉，頭部向上。呼氣，頭部向下，背脊向天拱，尾龍骨指落地。一上一落為之1下，我哋總共做10下。做嘅時候嘗試感受一下成條脊椎嘅活動。做得非常好啊！第3個動作同樣都係4點式，注意膝頭哥唔好跪太前啦。我哋呼氣，左手盡量指向右邊，左邊膊頭輕輕掂落地下，然後吸氣，右手用力撐直，左手打開指向左邊，指上天空，咁樣為之1下。我哋每邊做10下。呼氣，左手盡量指向右邊，左邊膊頭輕輕掂落地下。留意我哋個 pat pat 係喺膝關節上邊，唔會坐咗落去腳踭㗎。然之後吸氣，右手用力撐，左手打開指上天空。每1下右手都要用力撐，所以右手有少少攰係正常嘅。左邊嘅心口同埋腰部有機會有拉扯嘅感覺。
一條 YouTube 片真係需要好多心機同時間㗎，所以幫到你嘅話就記得俾個 like 同埋分享俾有需要嘅人啦。左邊做完10下可以唞一陣，揈下手腕，然之後到右邊。好叻啊你！做完呢個動作覺得有啲攰係正常㗎。陣間我哋2個動作都係瞓喺地下做，會舒服好多。嚟到第4個動作，面向天瞓喺地下，曲起兩邊膝頭哥大約90度，注意唔好夾埋2個膝頭哥，要分開大約髖關節嘅闊度。首先我哋可以活動一下尾龍骨，將尾龍骨用力指上天，再放翻低，指上天再放翻低。尾龍骨指上天嘅時候，腰部會用力貼落地下；尾龍骨指翻落嚟嘅時候，腰部會離開地面。預備好，我哋就開始動作啦。呢個動作我哋做得好慢嘅，pat pat 用力，尾龍骨用力指上天空，然之後慢慢將一節一節嘅脊椎離開地面，直至到胸椎都離開地面。然後呼氣，我哋由心口開始，慢慢一節一節咁樣黐翻落地下。胸部用力向地下方向壓，然之後到肚墩、背脊，最後尾再到尾龍骨放翻落地下。咁樣為之一下，我哋總共做10下。預備，尾龍骨用力指上天空，背脊慢慢升起，逐節脊椎去到胸椎，再一節一節咁樣升起，胸部指上天空。留意我哋個頭係唔會用力撳落地下嘅，條頸係唔應該覺得有壓力或者係攰嘅。然之後慢慢由心口向下壓，肚墩再用力慢慢向下壓，一節一節由上而下咁樣貼翻落地下。一開始做可能會覺得好難控制嘅，但係唔緊要，我哋慢慢做，盡量感受一下每一節脊椎嘅活動。
到最後一個動作啦，同啱一樣，都係曲起膝頭哥，面向天瞓喺地下。今次嘅膝頭哥會合埋嘅，雙手打開舉高過肩，將兩邊膝頭哥同埋髖關節扭向一邊，然之後再扭向另一邊。做嘅時候保持一隻腳嘅腳踭要黐實地下，專注喺盤骨嘅扭動，注意兩隻手係緊貼地下，唔會飛起咗㗎。做得啱嘅話呢，腰部會有拉扯嘅感覺，或者腰椎會有鬆動減壓嘅感覺，好舒服嘅。我哋左右總共做20下。做完應該覺得成條脊椎有鬆動咗嘅感覺嘅，大家記得每日都要抽啲時間做啦。喺度透露下有跟片做運動做到尾嘅叻仔叻女先。下一條影片係關於扁平足同埋腳板底痛㗎，如果你有扁平足嘅話就記得要睇啦。今日要俾大家一個大 tips 就係，無論你嘅脊椎側彎係邊一個類型啊，我哋要緊記，其實做一啲反地心吸力牽引嘅動作係可以促使我哋脊椎翻去中線嘅位置嘅。例如一啲 deck hand 啦，即係懸垂嘅動作啊，可以落樓下公園，如果有一條單槓，雙手揸喺單槓上面，伸直晒手，然之後放鬆晒成個人，放鬆晒兩隻腳，向下沉，等地心吸力吸你個盤骨落去，咁自然我哋就可以做到脊椎牽引嘅效果，引導我哋嘅脊椎翻去中線嘅位置。呢一啲牽引呢係做幾多都得嘅，做得多係冇壞㗎，仲可以練下我哋嘅手握力添。另外我哋日常生活當中都可以想像多啲，我哋頭部上邊想像有一條繩掹你向上伸延嘅感覺，時常可以提醒下自己有一種向上伸延嘅感覺。如果你有去做 gym 嘅，都可以將呢種感覺套用喺做運動當中，咁亦都係可以促進我哋脊椎翻去中線嘅位置嘅。希望今日呢條片大家都可以學到嘢啦，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呢條片，咁會俾到我更加多嘅動力去製作更加多高質素嘅影片嘅。如果呢條片幫到你嘅話呢，留言話聲我知啦，我會努力製作更多好嘅影片俾大家㗎。片尾要改口啊，因為我而家係運動及物理治療師，仲有健身教練 Coco。